Namo Gurave Namo Buddhaya Namo Dharmaya Namo Sanghaya。今天呢，我就是在这里特别分享的就是问法方式。那普贤上师言教的当时是主要是这个内容是一个就是大圆满隆起宁的这个传承的一个大师叫做如来呀尊者，他是金密林巴大师的弟子啊。金密林巴大师，如果你不知道的话，他是也是隆庆巴大师的传承的代表人物啊。然后他的这个弟子叫做如来呀尊者，已经是200年前的人，应该是已经200年左右的这个人了啊。然后呢，就是他的弟子就是叫巴珠仁波切啊。当时如来呀尊者呢，就是很多不同场合讲，那个时候没有录音啊，这个什么这些的，只是他们每一个场所讲的内容，然后由他们弟子们就是记录下来，有很多的记录的这样的一个记录的一个本子，然后后来由巴珠仁波切统一整理成一本书啊，这就是叫做普贤上师言教啊。然后这个普贤上师言教，每次这个如来呀尊者上师他讲法的时候呢，每天讲文法方式，因为每天这个文法方式其实是特别重要的。所以我上次去尼泊尔，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啊。我见到一个叫努巴仁波切啊，他也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大上师，他是直贡盖居的一个大上师，现在是80岁左右了。我们最近也跟努巴仁波切有一起，也有我们这个频道上面也有一个节目，我们以后还有更长的节目。我当时专门跟他做访谈的是他的一个上师，叫做博珠仁波切，博学的博，智慧的智，中文有大部分是这样写的。博珠仁波切刚好也是我的上师屈家尊者的根本上师。那他屈家尊者已经这个圆寂都已经几十年了啊，所以呢就是20多年了，快30年了。所以呢就是他那个圆寂的时候已经快80岁了，所以如果他还没有圆寂的话，已经100差不多100多岁了。所以呢就要成为他的上师的话呢，那我们也知道，当然他的这个这个上师这个波巴祖克是这样的一个年代的人。然后他的弟子现在还在的弟子当中呢，只有2-3个。一个是直贡7藏法王，现在他还因为那个波巴祖克后来去到这个拉萨那边的直贡的佛学院，那个时候那些几个年轻人见过波巴祖克的，听过他的法的，现在还就这么几个啊。所以其中呢，现在高龄80多岁的努巴仁波切，我跟他做了一个详细的一些这个访谈。然后这个访谈的一个内容，其实我们这个有10多分钟的，已经也放在我们的 YouTube 频道上面啊。这个上面你们看得到，就是有这样说的：他当时波巴祖克来到他们那边的时候，刚好这个直贡有一个佛学院，那个直贡佛学院呢，他呢就是其实是，比如说今天中午要那个讲课的这个堪布要讲法，可是早上先呢，这些喇嘛们先到了现场，然后准备好所有的这个是这个努巴仁波切就是跟我分享的，他们就是这些所有喇嘛们先到了这个现场。然后就是要这个念这个供曼达的时候，必须要每个人的手上要有一个实际的真正的一个曼达，然后就是做可能会37对的曼达，然后就是曼达，然后就是这样来气质供供曼达，所有的还有要这个气质供里面包含立赞文的时候，还要做大礼拜。所以呢，他们的课程的安排是，当你学完了五部大论的这些基本的课程之后呢，同时你也修完了无加心。所以这种呢，就是其实文思修结合在一起的。
哦，是这样，当然要非常恭敬的、如理如法的传注，各个方面都，这种文法的宪章，你文法当中非常神圣和特别的有这样的一个事情来，就是要这个接受这个佛法的这个讲这个智慧。还有呢，也跟我分享了一个叫Rahul Chujang仁波切，也是一个大成就者。就是当时也刚好待在那边的一个阿里的这个寺院，然后他呢也有时候会传这个无上密法的这个秘密藏须，就是叫我大黄花王的密须。然后这个大黄花王密须的时候，他不会直接传的啊，他是就像一个入侵的这种大修法的一个规模来，比如说早上开始就是你有正式的修法，而且修什么呢？就是这个可能八大黑尔卡的这种一个叫吉祥黑尔卡啊这样的一个三根本尊的一个本尊的一个修持，而修持修到回宫的时候，就是上师来，然后就是讲这个大黄花王。然后讲完了，然后大家回宫，然后结束。而且其实是整个的这个文法的过程，你不必须就是放在一个升级次第和圆满次第的一个修行的框架里，才就是这个书生的传承啊。不是现在我们说的说我在网络上自己可能在这个厕所里面都要填这个观点啊。完全不是这样的一个事情。当然，我待会也会讲这个，我们在网络透过网络这个听佛法，它有它的优点啊，方便啊，不可避免的一个趋势。但是同时，我们必须要，因为这个听法不是好奇啊，不是做生意啊，还是一样要你想解脱或者你想得到佛法的真正的成就和加持嘛。所以呢，当然一样的要遵守他的这个佛法和天文佛法该有的这个动机和这是现在更重要了。因为当年的话呢，比如说大家都在现场，一样的这种庄严的一个现场，你不太可能是一个人就是不如法，因为这个就是也不方便嘛，大家都是这样的好的。那现在不一样了，你一个人可能在家里或者任何的场所一边开始一边听法啊，都有的。所以呢，这种情况下就是我们需要更加的知道真正的这个要认识到天文佛法的方式。啊，这个其实我觉得是非常重要。今天为什么讲这个也是这样的原因。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是要充分的认识了、知道了，那自己当然不一定100%能做得到，这个也有一些外在内在的和各种情况来要评估啊，这个是可以的。但是最起码呢，你发自内心的知道怎么做的时候呢，你就是会自动自发的开始会去做，而且会变得更好，慢慢的会更好。所以呢，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天文佛法的话呢，就是先要听闻佛法的方式 ，OK。所以这个当然呢，就我们文思修嘛啊，文思修经常说是我们要佛法就是要修的话，就必须要有文思修。但是这个文思修当中的我们现在就是目前呢，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要文思修的时候的这个文法方式的元气要很圆满。所以这一点我就是现在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文法的方式。这个文法方式呢，巴珠仁波齐他在这个普贤上师研究里面有分你们不要当做今天我在这照着课本上课啊，不是这样的，这是一个比较灵活的在分享大概的内容，也尽量的我会分享比较全面的这个内容啊，所以你们没有这个看课本也可以。当然你们有普贤上师研究，因为现在线上网上也可以下载，它有这个辉光机里面也有电子版，所以呢你们就可以辉光机啊，这个 Google 里面可以找到这个网站可以下载，所以就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啊。但是呢，如果你只是听也基本上可以，但是有些专有名词啊，就是我用的这个发音不标准的情况下，你们就是听不是很清楚的话呢，当然有课本或者相关的一些资料的话，可能也许是更好。
所以呢，这个天文佛法的方式，这是天文佛法的方法，怎么去天文方法，这要有2个方面的准备，一个是什么呢？思想上的准备。第2个是什么呢？行为上的。行为是什么呢？外表、说话、语气啊，这个做的时候的这个身体的方面的姿态，那个方面叫做行为。OK， 思想的就是叫动机啊，动机这个概念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正确的目标啊，这个正确的思维，正确的态度啊，这个就是动机了啊。所以这个动机呢，就是在这里有分2种动机啊，宝珠仁波切，因为他在讲普贤上师言教的前行，所以我今天也会照着这个内容讲。为什么呢？因为我今天我相信，就是听这个，看这个视频的大部分都是跟藏传佛教有缘的，所以呢，第2个这个动机呢，跟密法金刚乘有关系的，不能说是跟藏传佛教有关系，这个是用词也不是很精准，就是跟金刚乘有关系的啊，因为金刚乘和藏传佛教不是一个等同的一个概念啊，在仙教里面，也不是仙教，那个汉传佛教里面也有大量的金刚乘，甚至有这无上密续。啊，这个部分我想有时间的话，我会单独分享这个细节的。所以呢，这个当然我们经常修观音、空觉明王、不动如来，其实你们熟悉的这些都是金刚乘的本尊、金刚乘的佛菩萨、金刚乘的坛城。所以呢，你就是光听这个就知道，哦，原来是这样的。当然观音身菩萨呢，就是也出仙法里面也有出现，密法里面也有出现，所以都有的，金刚乘里面有。所以这个动机呢，第一个叫什么呢？广大意乐菩提心的发心。这个是什么意思呢？你要有一个非常广大的发心。为什么叫广大呢？广大的意思就是这里的广大的受益的权重，受意义的获得意义的这个利益的对象，不是你自己而已。好像直接在现场的是你来请法求法，你在听法，但是真正的受益的对象是什么呢？一切众生。怎么可能是一切众生呢？它有很多方面就可以是一切众生。第一个呢，当然你这个透过文思修，你成佛了，你成为了这个众生的护主，所以这个就是利益众生最好的方法。另外一个呢，你这个天文佛法具足功德，这个功德直接分享给一切众生啊，希望他们也有机会听天文佛法，因为就是这样。所以呢，还有呢，我是大乘佛法的一个弟子，我是发菩提心，我要行菩萨道，行菩萨道就是从闻思佛法开始，所以呢，这是你的行菩提心，这是你的菩提心的发菩提心之后的你的实际的行动啊，所以这个里面必须要包含菩提心。菩提是什么呢？我这个天文佛法呢，希望大家所有众生获得佛的智慧，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全部都要成佛。要成佛的话，唯一的选择就是先要这个闻思佛法。所以就是这个菩提心，发菩提心很重要。那更简单一点来说的话呢，就是你就是说，我希望一切众生离苦得乐，那我希望透过这个我的闻思利益到众生的离苦得乐，就这样。还有一个叫做广大方便，有2种广大。第一个广大呢，广大意乐。意乐是什么呢？思想、想法、思维、心胸啊，心胸的意思就是非常广大的一个心胸啊。这个意乐我们可以说是心胸，因为用白话的话，大家比较容易听得懂啊。所以就是这个菩提心就是一个最广大的心胸，
所以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心胸，然后就是在这个里面，就是你就是放一切众生放在里面了，这就是心胸，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什么呢？就是广大的方便。这个广大的方便，这两个要加在一起。这个就是金刚乘有一个殊胜的方法了啊。金刚乘为什么是金刚乘呢？因为它也是就是有方便多，有殊胜的三角方便，广大的三角方便。所以呢，这个动机里面都有开始包含了非常殊胜的三角方便的动机。所以呢，这个就是秘密真言的发心。所以两个都是发心，一个是金刚乘的这个广大方便的发心，一个是这个大乘的这个广大意乐的发心啊，这两个发心要居住了。所以呢，一开始的时候，当然像我今天呢就是要透过听闻佛法，希望能够利益到一切众生啊。那当然，同时你的亲朋好友、你的家人，你要所回想祈福的对象，他也能够可以获得利益的。因为这个释迦牟尼佛很多佛经里面说，天闻佛法的功德是很大的，很大的，所以这个功德可以回向给所有该回向的对象，可以，是这样的。对，所以我觉得这里我们不要照着课本讲，就是这样讲，大家听懂了。那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行为的部分啊，行为的部分，也就是说，你现在听闻佛法的话呢，真的你需要有一个非常这种无造作的菩提心。你这些细节都你听不懂的话呢，我就是要这个学习佛陀的教法的智慧。这个智慧就是对自己对众生都有帮助，都有用，也可以对我自己的这个生命当中的所有的这些各种各样的问题，也可以通过佛法解决。那我先能够解决自己的问题，当然我就是慢慢的可以有能力解决众生的问题了啊。所以这些呢，就是这个实际的这种发心。所以这种发心的这种相位的这个概念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今天一个人说，那边有一个上师听说很有名，听说很怎么样，实践法的这是很有名，或者他很帅啊，等等等等，然后你去听法，那就是这个东西就没有什么。或者朋友说我们去看一下，你觉得很无聊，今天没有事做，我要去看看，好气。当然这些都是总比可能没有来过现场的还是好，因为这能结上一个法缘，撒下一个种子，有一天可能会开花结果。当然呢，这也是一个某种程度的一个解除方式，但是我们现在要进一步的要自己的这个文字的态度和方法变得质量要变得更好的话，不能一直停留在这个状态的。所以呢，我不是要为了否定刚刚大家有一些解除的方式的这个因缘的这种，这是不一样的。但是你接触了，然后正式的开始学习了，那现在是不是没有要求的？这两个是不同阶段的。所以这里呢，就是说这个要发心是什么呢？无大圆满的。密法的时候呢，就是你要这个闻法的现场，上师法友全部都用清净心，不要用你的那种贪嗔痴和分别念去一直就是照别人的毛病，或者这种用负面看这个一切的这个现象。当然我今天不讲这个密法的这个动机的细节，因为这个细节讲的话可能会变得比较复杂啊。对今天我们的这个公开的这个分享来讲的话呢，就是可能这个内容是相对呢比较太专业或者沉重了啊，你们就是这样。所以呢，其实它是这样的，因为当时维摩诘尊者啊，他也是这个在他的维摩诘经的缘起品开头的时候也
他跟舍利弗有一段对话。那个时候舍利弗说：“现在释迦牟尼佛的这个插图，插图呢，就是有各种各样的这些众生的这个问题啊，这个天灾人祸啊，就是有很多不圆满的地方。”然后呢，有一些东方琉璃佛的这个插图啊，西方极乐世界啊，那些地方也听说是没有这个问题啊。那这是怎么一回事？难道释迦牟尼佛的功德没有圆满吗？他就是也许类似提出这样的问题。那个时候，维摩诘尊者说：“其实这是你自己的业障，你自己没有看见了这个佛陀的插图的庄严而已，没有，只是您自己是一个圣文成的现在是一个阿罗汉，还没有能力发现这个佛的庄严的释迦牟尼佛的究竟的这个插图的庄严。只是如果我从我的角度看的时候，他是。”就完全是一个本来清净的状态。后来他们两个呢，谁也不好像不认谁了啊，所以就是后来才问了这个佛陀啊，佛陀呢确实说啊，这个维摩诘尊者说法是正确的。所以呢，以这样的一个逻辑来，我们要相信，其实这个一切本来本则具足的智慧是清净的。那一切都是这个清净的妙用，所以我们有这个金刚真有智用这种的这一些各种各样的这个逻辑来，然后就是这个有原因啊，这个它有它的这个思想的背景啊，也有这样的一个正确的见地的，然后不是迷信说是所有都当作佛，不是这样的啊。所以呢，这个里面就包含了很多广大秘密真言的这个广大方便的这个动机。就算你没有这个能力的话，你当作这些上师善知识诸佛菩萨的化现呐，那就是这样的来，就是尽量的用你的清净观来这个天文佛法啊。但是这个部分我今天不讲更多细节了。那行为很重要啊！一个初学者来讲的话，今天天文佛法的现场，你听一半的课。当然啊，我相信大家现在线上，大家都最受欢迎的也是上师们。如果在线上有什么观点呐、加持啊、随许观点呐，但现在线上做观点的比较少，因为这个也现在是受争议的。不是所有人认同的一个做法，所以呢，这个是目前呢没有那么的广传，但是大家我知道是很喜欢的，尤其是这个讲什么这个密法什么大圆满假释，在这个网络上有人讲的话，大家可能会喜欢，但是这个喜欢不等于是很正确的一个态度，因为这方面就是要前提是就是要即使实际上需要非常严谨的态度要对待这个金刚乘的啊。所以呢，我们就是无论是你接触到的这个线上也好，线下也好，密法也好，显法也好，反正这个下面的这个行为都是共同的趋势的共同的所趋和共同的所示啊。所以呢，所端者行为和应趋者行为，就是应该去的这个应该要做的一个部分，或者应该要断除的。就是要避免的事情，就是这分两种啊，就是先要应该这个避免的是什么呢？就是有一个叫做这个法器这三果，法器就是器皿，这种容器的器。为什么叫法器呢？你现在要接受这个佛法的甘露，你自己就先相续，你的身心就变成了法的容器啊。那这个法的容器的话呢，比如说你要在这里面要装什么东西啊，就是倒什么东西那这个里面如果那个破了，不能用了，或者扣着。这样的状态你也没办法，它的里面就是进不了什么东西的。然后如果里面有肮脏的东西，那也不行，有毒的话更不能。所以呢，这个就是用这样来比喻的。所以呢，第一个呢，那什么叫恶不著如夫妻之过？
就是耳朵没有专注的在听，在现场你没有认真在听，无论是线上或线下啊。古代没有线上线下的用词，都是这现代人我们的这个时代的一个用词啊。线上也好，线下也好，你没有很认真的在听，其实扣住了你的这个心相续，已经扣住了。你关掉自己的门，然后就是从里面锁住了你自己的门，然后外面叫人进来，没办法，所以就是这个问题。所以要非常像我们听闻的时候，现场要非常入力的谛听。那另外一个呢，亦不耻若落气之果，就是亦不耻是什么？耻就是那个耻，就是这个受持的意思啊。内心没有真正的受持，抓住它啊，没有抓住它，那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落气的里面就是装东西，就是落掉啊，就是没办法，就是。然后第二个呢，杂烦恼如毒气之果。哦，这个杂烦恼，比如说我今天听闻佛法，就现在很多听课的人，都是一般来讲的话都是这样嘛。无论是瑜伽也好，练修也好，很多话我听完了，我抄一抄，我就变成自己的一个课，我要买，我要变成自己怎么样，那些都是有毒的。啊，当然是前面我们说是我学好了，我要为了一切众生很真法真明的啊这种想法和这个很这种正确的一个态度来讲的话呢，你就是讲没有问题啊。但是如果你要成为了你自己的一种这个贪嗔痴的这种使劲发的一个想法的时候是有毒的。现在技术啊，什么这个技术啊，类似这样的一个态度来讲的话，那是都有毒的。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不如法的很多的这个态度，比如说你不是为了真正的这个佛法啊，就是别有什么的这个动机，或甚至没有什么动机，没有任何的这个正确的动机的时候，也是一个不如法，它是一个愚痴啊，贪嗔痴的痴。所以呢，你自己不知道在做什么，然后那种茫然的一个态度的话，那个看起来也不是什么贪嗔，但是它是愚痴啊，所以无明的状态。所以呢，这个佛法对你没办法产生好的一个效果啊，这个效果是非常，所以杂烦恼，所以这个烦恼的范围很大啊。然后呢，这个里面比如说你对上师有偏见。啊，或者对佛法的内容，实际上大家都有一种很多不如法和这种一个批评啊等等，然后这样的话呢，也是这个杂烦恼，而且对佛法的内容本身缺乏信心，有邪见的话，那当然也是一个烦恼的。所以这种呢，本身呢，你学什么东西，我觉得这个东方啊，在这个中国文化那些里面都有师徒之间的这种。该有的，你拜师的时候，就是该有的一种道德责任和，其实它不是一个道德的一个绑架，而且是你这种态度，真正的谦逊的态度、入力的态度，学的时候，就是你愿意听从这个老师的讲的内容，而且这样才老师有机会真正的他要传的这个正确的，这个真正的这个。精神能够传递给学生，不然的话呢，两个都在傲慢的状态或鸡同鸭讲的状态，或就是你就是这样的，你很自私的状态的时候，这样是没办法传递好的一个智慧了啊。所以呢，这个无论不只是佛教而已了，道教也好，巫术也好，其实什么都是一样的。真正的要能够传递他的这个真正的这个智慧的话呢，一样要有记住，就是这个方面的这个。正确的这个态度，那另外一个我在这里想，就是还有呢，要善容期的这个过嘛，还有六垢就是那个垢然啊，就是垢就是垢然，这个垢然的这个概念呢，一个叫基定那个实情
世亲论师是无著菩萨的弟弟啊，在印度南岭头最著名的大师之一，尤其是他的他最厉害的地方叫阿毗达摩，所以现在我们所学的所有的阿毗达摩的传承或者这个教法的论点都跟他有关系，大部分有关系的，尤其是下阿毗达摩，就是他有透过他上阿毗达摩的唯识宗啊，后来他成为唯识宗，一开始他是小乘，后来变成大乘，而且变成唯识宗的一个重要的这个人物，所以在汉传佛教里面也有很多他的著作的。藏传也有的，所以他有一部著作叫做释民论啊，释民论。这个释民论里面是这样说的，他说傲慢，第一个就是要断傲慢，傲慢是很严重的，所以现在我们有各种各样的傲慢，你是一个官员，就是一个领导，哎呀，那是一个小沙弥啊，怎么样？或者这种他是一个普通的一个法师啊，怎么样？就是那种态度。或者你现在是一个艺人啊，现在这个艺人的地位比较高嘛，所以呢，这个艺人啊，就是这种他觉得我是艺人，其实这也是不对啊。所以呢，当然你有艺人的这个态度啊，可以，但是呢，这个最终呢，就是要能放下这个架子，才能成为好的弟子了啊！这个部分也许我现在可以跟你们分享。上次我跟我们做这个立人姐这个访谈当中，他有提到这个细节啊。他说当时呢，他就是他的藏传佛教的第一个上师洛根桑仁波切叫他，因为他们两个就是相处了就是很长时间，但是他没办法教很多深入的东西，因为语言的障碍啊等等，他也。这个上师说你要去这个找慈城罗智堪波，慈城罗智堪波将来就要作为你的上师啊，因为他的佛法智慧啊，这个修行啊，再加上语言能力啊，这个中文汉语的部分非常好，所以就是这样说。然后呢，他后来呢专门邀请慈城罗智到上海，然后就是去到这个邀请到他自己的家，在那边他们一起待了。好像是5天还是7天，然后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李仁杰呢，他一开始他说我作为一个艺人这种，他要学的是什么呢？要有自己的一种自我和一种有说服力来说，我可以，我信，我有这个本事，我有这个能力。他说这个是从小在他的这个行业里面，就是专门练习。透过练习训练出来的他的一个本能啊，他跟我大概是这样说的，所以呢，他当时也离不开这个傲慢性和这个习气啊，所以他跟慈城罗智堪布说啊，我见过多少个法王给我了什么样的传承，各种传承。我现在的基础虽然是我按照这个上师的要求，我愿意你要这个来跟你学习，但是呢，我现在的目前的程度就像一个我们就是去求比如说可能是有一个面试一样啊，当然要强调自己有多大的一个这个佛缘和这个基础，他全部都讲了5天啊。然后呢，慈城罗智堪布说好，很好，但是你要从四加心开始修，四加心就是比5加心还早，前面要先观人生无常啊，寿命无常，人生难得，轮回过患，因果不虚，这些部分要花很长时间。他说这都是基础的，我都已经得到过很多大圆满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观点啊、口传啊、口诀啊。那你叫我这些是不是就像一个大学生或者一个博士大学生，然后就是然后就我们叫他这个小学的这个课本一样，他觉得是这些早就我看过了啊。所以这样说，慈城罗智堪布都说很好，但是你还是要这样说。最终第5天的时候呢，慈城罗智堪布说是没有错，你听过很多法，这都是你有学过的，但是还没有修到了，所以这些还没有成为你的东西。就像当然慈城罗智堪布当时有没有用这个比喻不知道，但是呢，比如说一个乞丐的儿童牧童，就是他自己没有太多的羊，可能有10只羊，但是别人家有1000只羊，那他在这个山上就是数别人家的羊一样，就是说这不是你的羊。
泽中堪布的意思就是你学的这不是你自己的东西，所以现在要修你的言行举止、行住坐卧，要变成符合这些个道理的一个人，那叫修。你要开始做。那个时候他说他就是彻底的就是说服了，他无话可说了啊。他跟我这样说，那个视频我们已经在上传了，所以大家应该有看到。所以那个时候其实他放下了这个傲慢，OK， 傲慢。是的，是的。如果他一直有这个傲慢的话呢，当然呢，他们随便做一个设置，车轮上看不见哦，他是一个大明星，可以有这种一个心态，叫一叫啊，我也是他的老师啊，或者他们两个就是这样吹风彼此，那可以。但人家不是这样的，始终都是看不就是唯一想他真正的怎么就是让他就是成为真正的一个修行人，就是带到解脱道上。那这样的话呢，就是你是什么样的一个名气，你接触过多少个上师不是重点，重点是什么呢？你自己有没有真正的修？所以呢，当时中国的堪布跟他最后就是经过5天的时间，一直说服他，最后才就是我第一步。这个文法的这个傲慢心他就放下来了，他就是愿意听从你说什么我就听什么，从现在开始，那就是放下傲慢的真正的文士的态度啊，这是非常重要的。无真心，那个这个垢嘛，那个是一个瑕疵，就是一个错误，一个瑕疵啊，就是傲慢是第一个瑕疵啊。第二个瑕疵是什么呢？无真心，你没有真正的信心，没有信心。对于佛法，对于上师没有信心，你听是起不到真正作用的。信心特别重要，尤其是呢，真正的信心也是来自于什么呢？这个最正确的那个不推转心、精进心啊，就是这个有3种信心。这个3种信心最后就是慢慢这个信心的素质变得更好。什么呢？你越了解它的意思，你相续成这个心性变得会更加的坚定，就是有不断的会提升。这就是反正就是要心性啊。所以佛法，你学佛法要是心性的。现在很多的练修啊，有一些觉得好玩，有些没事的人，他们愿意听佛法课，他们觉得，但是呢，我不信佛，好像当做一个很了不起的事情一样啊。我觉得佛法很好，但是我不信佛。我不想有这种不自由的感觉啊，所以呢，他其实是完全不了解这个信仰的体系的情况下，他以为信仰是一个压力。所以，如果你真正的认同了，你信了他，人家不会这么认为的。还有不求法，什么叫不求法呢？现在很多要上师主动这个说法，上师就是说我要不要给你传这个法，所以这也是问题了。所以呢，就是这个求法不求法是很大的问题。所以呢，求法也有一些学问的。所以呢，如果我们去了这个，比如说尼泊尔或不丹啊那个的话，他们求法的态度和至少是他们会想要什么自己求。那华人呢那些的话呢，到底我要求什么不知道，就是有这种情况也是正常的。所以呢，有时候你真正的学法的时候呢，你自己看什么样的阶段，你想学什么。不一定上师答应，因为要看这个情况是不是适合你当下的各种情况。但是求法是你可以求啊，那就不懂，也许会上师说你不应该求这个，应该要求那个，可能有一些更好的提议了啊。但是你不求法，就是这个，因为佛法的求法呢，比如说上次我跟有一位堪布在不丹的大堪布有讲这个访谈，我这个访谈里面，其实我也得到很多的这个学习的这个佛法的，不是佛法，就是我自己学到非常多的东西了。所以呢，那个堪布说，他也就是为了求法的缘起啊，当时邀请宗喀仁波切在他的龙钦巴的祖田，他祖田的方丈啊。然后呢，他自己一个房子，而且龙钦巴的，而且不但官方非常重视的这样的一个大的寺庙，然后那个寺庙的这个里面就是请宗喀仁波切要这个宣讲这个龙钦巴的全集的灌顶口传嘛，所以呢，第一步是呢，他请这个专门有人这个就是委托就是别人，然后在印度比日那边宗喀仁波切那个时候就是这个第一次请法。第二次请法的时候呢，他呢自己亲自到了这个宗喀仁波切在不丹某一个地方登楼7天，
应该不是第2次了，第3次吧啊。第2次的时候呢，他又是这个召集了很多不等有说服力，就是那种重要的一些这个人物啊，然后就是也一起请法，所以就是先求法3次啊，最后宗喀仁波切答应了，去年已经传法，大家都知道。所以呢，这种求法没有不求法，比如说你跟上师在一起，天天啊，上师我请你吃饭。可以，这是很好的一个，当然是你对上师就是有某种程度上可能是觉得啊，这个他是我的上师，或者我应该要供养他一下，或者就是这样的一个态度，这也是很好的。但是天天一起吃饭，天天聊天，天天就这样，天天做事情，没有真正的这个佛法跟他学习的时候，上师也很无奈的。其实我这样的一个小人物也好，跟我皈依啊学习的人，他们就是也不愿意上课，但是也像得到一些佛法的帮助，那我也是有时候很无奈的，因为实际上呢，他们说这个时候忙，那个时候忙，忙倒是忙，但是呢，这个不求法的时候呢，因为这个正确的这个帮助到你的不是那个人，主要是那个人说的法给你的这个方向，然后按照这个佛法你自己做的啊。然后呢，还有呢，这个更具体的叫外三。外三是什么呢？当然，听闻佛法的时候，比如说你已经求法了 ，OK， 你也在现场了，上师传法了，但是你心里一直想别的事情，你一直看手机啊，在线上，或者你就是一直在想别的事业的事情、家里的事情、感情的事情的时候，那叫外三。内收入的收入吧，那个收就是。这个受呢，这个受信息的，收到这个信封那种受，这个内受是什么呢？心一直在闷闷的那种状态，就提不起来那个就是那种一直。那这个就是要不然你好好的吃早餐呐，然后就晚上睡得早一点呐，然后要好好的这个运动啊，然后就是要喝点咖啡啊，都可以的。所以呢，这些都是就可以做的。那时候呢，这个现场真的这些呢，你就是要这个很重视这一堂课的时候呢，你经常呢就是比如说，尤其是在线上尤其是你就是这样的话，那就是一边呢打瞌睡一边听的话，那就是一个严重的这个影响你的上课的这个学习的这个质量。再加上本身就是这以佛法的角度来讲的话呢，这是不如法的 ，OK。不如法的。还有这个叫做疲厌疲倦的疲厌。疲厌是什么呢？就是哎呀很无聊，就是那种哎呀希望快点结束这个课啊，讲的太长了啊，就是那种那种想法一直在的时候，或者哎呀这个上师都是重复的，就不够精彩啊！其实有时候是，尤其是像讲中观呐，很多复杂的逻辑啊，那有些上师呢，他的这个口才不一定很好，他也不是讲师，他也没有这种商业讲座的这种训练和本身没有这种方面的这个兴趣啊，他在发自内心的在分享他的方式，他的佛法。但是这一点呢，就是不一定是，就是看起来哇，就是大家都那种就是很震撼的那种一个风格啊，不一定有很什么特别的一个意识感嘛，因为本来他们不是那种风格的人，这些呢，如果你耐心的能够听这种课的话呢，其实是更有感染力，它里面有更真诚的一个一面在里面。不过呢，很多人可能不这么认为的话，那觉得哇，他讲的又重复了啊，我学过了，我知道了等等。但是呢，实际上呢，像巴珠仁波切他的一些弟子呢，跟巴珠仁波切听了几十次这个《入菩萨行论》啊，巴珠仁波切自己也这个普贤上师言教的这个大圆满的前行，从他的上师那边听过20几次25次吧。每次听，也每次照着这个来做无加行，所以都是非常了不起的嘛。不然巴珠仁波切的那么极高的智慧啊，他听完一次就完全是听得懂什么意思，基本的那种学识的这个方面的这个
标准来说的话呢，八祖仁波切就是第一次听完就是完全懂得比我们就是多少倍啊，就是这样。但是八祖仁波切不会这么认为，因为呢，这些是一个佛法智慧的传递，这些具体的上师每次讲一遍，你认真听的话呢，就会有每次有不一样的收获的。所以再厉害的上师，如果我们就是这个很投缘，你很认真的愿意听的时候，才能帮助到你。所以这个就是要不能皮眼。还有一个叫物不持，这个也很重要。所以这些是这个很多经论里面的关于所有的文法方式的这个缩短和硬取这两个方面的要求归纳起来的，就成为了一个口诀啊。我们说的口诀不是什么秘密的一个东西，有时候这都是口诀。为什么呢？如果你今天要知道什么是文法方式，你问别人也不一定能够，只是他可以讲出他的想法或者他的一个狭隘的这种一个认知。如果你看佛经里面要去找的话呢，那佛经那么庞大，你从哪里去找也是很难找到。所以这个里面就是就是这样的一个几个3个5个 OK 容器的3个，然后呢六勾，然后呢五不吃啊，就是这些缩短，所有缩短都讲完了。这个里面包含了所有其实的经论里面的这些关于文法方面的要注意的事项都已经归纳起来了。那就是一个非常简单易懂的方式，巧诀。所以呢，无不持是什么呢？持文不持义。所以说你觉得他讲的用词很好啊，他的文笔很好，有些比如说你看一个佛法文章这种口才很好，讲得很精彩，就是那个时候你就是很着迷他的那种口才和讲的方式啊，不是在重视它的意义。所以这叫做持文不持义，是一个问题。然后呢，持义不持文，有些觉得殊胜的意义、了义法、究竟法很重要等等，当然重要。但是你忽略了文思，忽略了文字的话呢，因为我们是透过文字的这个方法去了解这个意思啊。虽然是我们说不离文字，但是这个不离文字呢，自然你到了这个境界，你就不离文字。所以达摩在无形论里面也讲到了啊，他这样说，就像船不是船这个钓鱼一样，他用钓鱼来做比较。其他一些里面用船，但是他用钓鱼，这个钓鱼啊，然后这个钓鱼来比较，然后这个钓鱼呢，就是什么呢？这个比如说你钓鱼的时候，要用钓鱼的那个工具是一定要有的。钓完了，你鱼抓到了，那就是这个不要继续用不上了啊，在家里你可能是这个就用不上了，就是这样概念。所以呢，至少呢，你到了这个不离文字的境界的时候，也许文字就对自己而言用不上，但是对他人用得上的你就是文法的能力的话，那就是你就是能够利益众生，更多众生了，当然用得上的。菩萨都要学各种东西的，所以弥勒菩萨曾经也有这样说：你作为一个大菩萨，你什么都要学的。所以这个莲花生大师的自传里面也有这样的，莲花生大师呢连陶瓷都专门去学习的啊，所以呢就是都要学习，这是为了众生但是呢自己呢就是持义不持文的时候就很严重啊，就是可能会导致了也是这种错误的这个一个地方。所以呢，不离文字是它的究竟法的意思，但是呢，我们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透过文字达到不离文字的啊，这个要知道。然后呢，就是说，持义不持文。第三个呢，就是为领悟领会而设。为领会是什么呢？领就是那个领和领导的领啊，领会。我会不会那个问的会领会，为领会是意思呢，就是说好像没有听到，听错了，误解了，就是这种语言的障碍，然后你没有认真的去听，然后没有真正的去确认，
或者你自己给予的这种一个错误的了解，而且他讲的是和你想的是变成不一样了，那个也是很大的障碍了。现在有时候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比如说我们跟西方人讲如来藏，他们以为是不是在讲大我啊，是吧？是不是在讲这种一个造住啊等等，这个就是我想的和他想的不一样，那个之间沟通产生问题。那这个时候你天文之来讲的话，你要有累积更多的智慧，你要认真的在看上师讲法的背景是什么呢？一元思想它有自己的一个背景和原因缘由，这些都要知道。所以就是说不能这样上下错谬而斥。那也就是说，我们说不理文字 ，OK， 那现在的我不要文思了，不要去添乏了，这就是一个现在不是那个时候了。所以呢，有些呢这个内容它有一个非常严密的一个逻辑的过程和程序和一个次第。你这个次第上就是经常都是会这个有错误的解读去，然后就是误导别人。我们也看到过这种现象的啊，所以这个叫做错谬，而且上下错谬而斥。然后呢，颠倒而止，那就完全是非常，这是一种产生业见了。上师说的是，你就把它当作非啊，这个不是说不认同哦，你的这个错误的这个完全是错误的一个扭曲的一个理解，那这是非常严重的。这个不单是对佛法这文法没有好处，而且反而是非常严重的这个结果。OK， 所以这些都要专注的。现在知道了啊。第一个呢，就是只注重文字，不懂意思不行；只注重意思，不注重文字也不行。然后呢，这个文字的这个表达和你的理解之间产生错误也不行。而且呢，这个上师讲的意思的上下次第上，你有错误也不行。而且完全上师说的这个，比如说如来藏，你当作大我啊，那根本不行的啊。所以这些呢，就是其实因果也好，前世今生也好，空性也好，我们没有非常认真的去听的话，非常容易产生这些这个误会的啊。那因取了。引取非常重要，我就简短的讲引取。引取就是说你听闻佛法的时候该具足的这个条件，这个是这里用了专门一个叫做依者四相，依者四相就是你具有的4个想法，还有具足的6个波罗蜜，还有其他的一些注意的思想。所以呢，这个4个想法是什么呢？当你听法的时候呢，《华严经》里面就是这样说的：善男子，如应将自己作病人相。你自己要知道，我是有病这个说法好像有点奇怪啊，但是我不是有毛病的，但是我有疾病啊。所以这个疾病是什么呢？我是带着一个这个病，确实是这个身体的。就像你去看病一样的，我今天来到善知识，我是带着这样的这个无始以来的烦恼障碍，贪嗔痴，所以这是病人。佛法是什么呢？因为你皈依佛法也是相信三宝嘛，所以佛法是什么呢？妙药啊，最好的妙药，能够解决我生死轮回的问题的，就是这个疾病的这个妙药啊。你相信它是妙药，才能对你有帮助的。不然的话呢，你觉得看电视它上的有些道理没有道理，这个道理可以，这个不可以，这个就是不是真正的心性，缺乏心性的人的态度。妙药，善知识作为名医啊，名医就是医生，非常好的医生。善知识啊，这个是佛法老师。这个善知识是有条件的，在今天不讲这个条件，但是至少他能带领你这个学习佛法的人，他具有慈悲心，真正的愿意帮助你。那个时候，这最起码他成为了你的善知识了。而且精进修持，就是你要非常努力在修行，这就是第一个，就像你看病了，医生开药了，你天天吃，医生说这个不能吃，这个可以吃，这个必须要吃，你按医生的要求去做了，才能产生效果的，就是这4个。这个就是我们这个闻法的时候的，也是不能缺少的态度了。还有6个
这个是居住六度。六度我们觉得它是很高尚的，当然没有错，菩萨的修行叫做六波罗蜜，所以就是六度。但是有时候六度可以在生活当中啊。我记得几年前中山仁波切的一个开始里面也有当做生活当中的六度，而是别人编造出来的，还是仁波切的真正开始，我也不清楚。有时候有些别人也会有这样做的啊，所以就是生活当中可以有六度。同样，这里呢专门讲你听佛法课的时候 ，OK， 听闻佛法的这个听闻佛法课程的时候，你的这个课程的那个当下。1个小时、2个小时的之内，成为你的六度的一个修行的一个场合。怎么修呢？这个就是有一个绿度母的一个相关的一个密续当中，他是这样说的。比如说，今天来听课，你就是带着鲜花，或者。你在这个道场的里面就是自动自发的，你就是保持这个清净，然后干净，帮忙打扫。以前有洒花、洒水等等，以前这个环境比较脏的话，印度是这样的洒水，因为就是这个暂时压住了很多的那些灰尘呐。这些或者他们需要一些提供条件的话呢？你也就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那种方式，就是围起来，就是要促成这个因缘。因为现在我们觉得其实也是外面很多时候，尤其是在西方世界啊那些呢，开任何的这个讲经说法的现场的比较大的一个教学，都要租地方，很多时候那也有开销专门的一些各种各样的这种费用。当然你参与一下，也是一个布施。那想想你对这个善知识讲法的老师做供养，也是很好的布施。而你有能力呢，现场每个人给他们发一个空心水啊，一些那种小吃啊，来大家一起那种，那也是布施，是吧？布施。还有呢，你那个维持这个秩序，就是这个非常安静，该安静的地方安静，不说话的时候不说话，你又不瞌睡，然后就是非常这样的威武庄严的这个维持你自己自身的态度，就是端正的非常好的一个状态，那就是戒律。第三个呢，比如说你有时候听闻佛法是需要有安忍的。我又要讲一个故事。我这次去尼泊尔见到一个我的朋友，他是一个普通的爸爸，他不是瑜伽师，更不是出家人。但是我这次访谈的那个堪钦南珠仁波切，他有一次要讲大圆满法嘛，有几百个喇嘛上师要报名，结果他的这个场地好像只容纳100个人还是300个人，我忘记了，反正就这么的一个容纳的限制，所以呢，他们会报名开不开放，完全是上师同不同意。上师说他可以来就来，他不可以来就来，这是一种观察，透过观察。现在这几天也在看见南珠仁波切在南印度讲法嘛，那南印度也很多的那些大上师，看过很多几百个在专门去那边就是参加。当时他这个开放的时候比较严格，有一些呢就是看过。这个他们都去了，那这个看见他们什么讲？那你来的话呢，一定要坐在外面，因为里面现在已经额满了，你们坐在外面了，也不是1天2天了，应该是1个月啊，什么几个星期的。他们说，他们也就意思就是说，好像那就没办法，就是那种，所以呢，他们觉得这样的人不来听我的大圆满法，刚刚好。但看见当中的想法是这样的。然后呢，那个我的朋友就是我认识的，他其实也是一个普通人，但是他是一个商人，他还经济情况都很不错的，这样有自己的一个成就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出发了，一开始说现在不行啊，很多人就来不行。那你在外面能做的话呢，就是你自己在外面窗户外面的整个外面，那个外面就是如果下雨的话，也就是淋雨啊。
那个时候他二话不说说很好，我有很大的一个自己的那个外面那种我们这个喝咖啡啊那个时候这种用过的那种的一个雨伞，应该不知道大小多少，反正他说他有雨伞，所以就是我可以坐在外面。其实那个成为了他，就像我们面试一样，最后成为了他就是上司说哦，这个人要让他来，我跟他一说，他可以坐在外面。他只能坐在外面，他二话不说说我要坐在外面，所以呢，他这个态度是不错的，所以呢，想办法他就是要加进去名单里面，所以后来不知道他真的坐在外面还是里面不知道，主要是这个是一种忍耐，一种安忍，而且太阳晒啊，然后这个空气比较人多拥挤啊，早上要早起啊。晚上要那个，现在我们在线上有很多视察的一些这种各种各样的挑战呢，然后就是不同时间要上课啊，经常也要很远的地方啊，也要克服很多家人啊等等，那些都要具足安忍。如果你克服让我这样的如理态度修的话，这个里面具足了安忍修。当然呢，就是如果有些汗冲啊什么，有一些这个就不舒服，你也有耐心的，然后放出去，然后就是这个，然后那个时候你就是非常努力、持续坚持，而且非常欢喜和发喜的状态，很开心、很快乐的，愿意接受这些一些挑战，那就是一个最好的境界。然后你当下很专注，在他们说的一样的外散内收都没有了，那就是什么禅定，专注于这个上师的讲法，认真做记录，甚至有时候看着这个上师的这个面容，然后就是这样的，就是非常这个认真在讲听。第四个呢，就是那个时候你就是不断的有自己的思维，真正的就是用智慧去分析啊。那个就是智慧，所以具足六度。那这个具足六度之后呢，最后有个叫做依止其他的这个位移，比如说不敬无说法，意思就是他没有恭敬心，你不要说法了。这个就是这个，如果一个上师他完全没有恭敬心，但是你要自己要主动说法，其实这个是也不是如法的一个讲法的方式。但是今天我们不是在讲法的方式，今天在分享闻法的方式，因为大部分不是来讲法的，主要是闻法的，而且自己已经是讲法的人，应该要知道讲法的方式，但是闻法的人当然也要知道，所以今天讲的是闻法方式。所以呢，而且如果你不是变通浮头，因为在印度呢以前是浮头，现在也有那个班杰贝啊一些种族嘛，他们这些是很多，而且藏人那个康巴汉字也在这个有点浮头，这个整个的这个长的这样，那个时候他就是比较出现在比如说这个大场合或者比较一个参加一些比较正式的时候，他就比较那是一个他的身份呐，他就是一种特别的一个比较正式的一个打扮。但是当然你们听闻佛法的时候，你的打扮很正式很整齐，甚至你穿的很昂贵都没有问题，但是不要为了炫耀或成为了自己不怎么样，你就是经常怎么样就怎么样，你经常有这个福报，你穿的再昂贵也没关系，但是不要刻意的啊。所以呢，这里面也说，如果你这样的态度，然后一尽量规章啊，什么有一些不是有乖张啊，那些都不是有一些象征的一些意义，那你在这个现场要刻意的这样做，那是不如法的。然后呢，因为藏地呢经常或者这个喜马拉雅山的我们这个那个闻法的时候，一定要不能戴帽子的。但是在汉地好像是不是现在是不是这样，我不太确定。但是如果这样现场戴帽子也是不如法的。当然，这个如法和不如法呢，主要在于你这个场所的环境的这个文化和一些他们什么样是一个机会，什么的是可以不可以，要这个现场的情况是要了解，这个是特别重要的。
那有些呢，就是要做的时候也是这种姿态啊，都是很傲慢的，腿放在腿上面那种，然后就是或者就是，而且文法的时候也是就是那种态度，或者呢就是这样，那些都是不如法的，就是要非常挑夫自在的挑软，然后就是非常恭敬的心去听。但是那个恭敬也不能说是完全不能看上书一定要这样，也不是这样。他就是比较正常，但是里面还有很礼貌的啊，这个是特别重要。你经常如果你大家场合，尤其是现在我们这个现在有现在文明的一个看法嘛，所以大家觉得不礼貌的，反正你在这个天文佛法的时候就不要做这个不礼貌的。啊，大家觉得很礼貌的事情，也许是可以，但是呢，这个也当然要看情况啊。哎呀，所以呢，这个。坐在不要刻意的坐在，我也要坐在跟上司，就是你真的，比如说你跟上司在聊天，可以在咖啡店里面，或者在那边，你坐在那边，也许可以现在这样，但是如果你要口传，你要懂得啊，我坐在下面，我这跪着，我这样接受，我比较如法。如果你自动这样懂得，哦，他学过不错的，他至少懂得一个基本的这个佛法的这个一个天法的这个规矩，又这样，如果这样没有了，而且他说。当具文顺意，文顺的意，然后要意喜言饰，就是这个非常欢喜的啊，非常这种这种眼神看待上师，如与甘露一样的这个就是你这个和甘露一样的，然后就天文佛法啊，所以这些都是其实是特别重要。所以我今天呢讲了。这个重点呢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天文佛法非常重要，因为这个元气损坏了，而且再加上另外一个是不间断非常重要。如果你参加一个课程，最好不要间断，最好你承诺的做到。当然，现在有一些阶段性的，至少你能做到这个阶段性的。但是你真的一开始你没法知道自己没办法的话呢，那当然呢，如果上师也开许的，这老师也可以了，你可以上一部分，但是至少你上多少遍，但是上多少也是这个内容呢要如理如法的上完。那经常呢，你有各种各样的一个接口中断，也不是很好的元气的啊。所以你因为中断，所以一直不敢开始，也不是很元气。所以这些都要有一个自己的一种拿捏和处理的一个态度吧啊。所以呢，就是这个文法呢，就是真的是这个千界万界都是一个难逢的这样的一个是这个殊胜的一个元气啊。透过天文佛法就是有文思修啊，透过文思修就是可以成佛的。而在自己的生活当中要用的佛法，或者其实你这些文法方式呢，你就是基本上你拿到这些一般的这个课堂上你用，或者你的孩子如果有，基本上这个现在是装在佛法的包装里面，然后用在其他的这个学习的领域的话呢，这是很好的修养 ，OK。所以它的本身就是没有任何的，在生活当中我们这个能够用到的。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智慧和这个修养或者一个好的修行，阿弥陀佛，这些的嘞。